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講到美濃，他個人可能睇得上到如係美濃嘅油脂炸味啦，無論係有面拍板。但是也經驗吼，其實幾多年幾多我哋嘅鄉下，比如講幾多美濃來講嘅話，而唔係像以前係幾多我哋鄉下係我哋嘅師傅啦、種田啦，而家會用幾多年嘅方法，幾多人嘅鄉下，有啲人可能會把自家嘅生意變成一個品牌嘅經營。你今日有想到係一堆睇我哋美濃嘅一啲媽媽團也咪買啦嗬。有啲同學能講，伊當初幾多美濃都會做乜嘅事，同時伊嘛做乜嘅行業，我哋馬上來分享你今日睇得來邊，我哋嘅宇軒老師哈，宇軒先生嚟到現場。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宇軒。今日還有也妹來講嚟現場，自己哈。大家好，我是來自美濃的高子琪。宇軒先生哈，因為我哋香港人很李老師啦，但是我想講很宇軒先生我哋個群，因為睇一開始我哋喺實體也係主題嘅時候，我都發現到個來老師係美濃人，嚇，美濃睇美濃太嘅喺度街台北，但是子琪呢，子琪係喺台北強嘅咩？係特別強嘅，不是喺土生土長嘅台北人，真是。但是變成講子琪伊會講客家冇？唔係。伊冇講下吧？啊，糖咯，以前有教過嘛？未必講伊唔曉得糖，伊講啊，伊糖伊時時咧。根本好多年吼，其實好多年唔多好個人提，都卡講客話，因為人糖唔識啦。係啊。伊會都個人提講西話。哦，但是一方面是我哋喺都市者嘅地方，其實講客話反應嘛冇咁多啦。嗰時候其實都真係睇台北太生意咧，其實都真係冇按到基地可以學客話。咁一開始我就想問一下宇軒老師，因為宇軒老師你即個其實睇美濃差唔多喺多一度時啊？我喺美濃中正美就出生嘅嗬，都差唔多小學3、4年生嘅，4年生就轉到一公升嘅片咧，3拿嘅時候，1米嘅時候，1米嘅時候拖到3拿嘅鐘提學期就離開家鄉，就一次就去台北，一次都去台北。台北嘅鐘3年，然後高中3年，再睇後4年去台中嘅，嗰陣就再歸來，也未歸來美濃，歸來高雄2年，去荔枝工商搞差唔多2年，就一家家到台北。就一直到2006年，一直都去台北。因為談好來等於其實我哋早期幾段嘅鄉下生意咧，你工作啊，是條路學術路喺外面，如果做喎，你喺度都辦到台北去嘅。這嚟講都變成乜樣講咯？都變成辦一個可能喺都市鎮嘅時候，都比美濃個舊嘅。係錯，從嘛學一天啊你嘛，天嘅差唔多20多年。佢做嘛嘅美濃嘅土地對人來講安然唔咯。哦，其實我未擺就上大呢，有嘛鮭魚產卵嘅，經濟安尼千辛萬苦哈，都轉去出生出來。我其實一直在想，是不是跟他有關哈？因為我去到來，無論提來讀書，提來做乜嘅，就一直想講我過來美濃。我過來美濃吼，就我下禮拜落嚟啦，退休啦，做乜吼來美濃。這種觀念吼，唔係講不了乜個事情，就一直都聽喺心度嘅，啱唔啲乜個意思。就是唔啲。嗰種即係嘛，目前簽到嘅一啲人員講，做乜係唔會叫？其實你可能睇美濃嘅時間，有啲人講，譬如講上外方嚟到高中畢業當出去外面讀書嘛。但是像這個人講，各種3年都聽外面嘅呀。即係講其實，如那19歲喺美濃也係很嘛，但是對美濃嗰種感情，喺度睇過一段事情嘅時間，還是想講，喺邊退休以後，嚇，如果過來美濃，嗰種見過人家過來美濃嘅，慢慢作為一啲人講個特別嘅事業啦，嚇，你係咪同啲觀眾朋友講一下？其實你見家嘅地方以前係一啲教養廠，係嘛？做乜我開始揾應用嘅地方？好。就因為我都跟佢相同啦，因為我先生係差唔多高年會退休吼。目前我哋面對講目前退休以前，一定退休係人嚟做吼，人生唔知都退休係要上一天嘅時間嘛吼。嗰時我哋意思講就即時要做咧。
米拜过来，佮就看到公园叫人创吼，看到公园叫人创吼，就会念讲，我们个法案的政府多钱哦，结果呢，总统呢，就是很荒芜这样子。每次经过就会觉得很丢脸这样子，因为觉得那是我们社区的门面，有一天人家就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广林烟叶辅导站要不要认养这样，那我就想到说，马叫的都播因为播都7家来了，嗰陣就完全冇想到講伊講嘅係你公立，我講經咧係你公險差1字。嗰陣以後，我哋就完全冇想到，就一頭就說美麗的錯誤出來了。伊總共差唔多誒，人家會嚟問咩？講你幾萬年啦，講仲差誒。我講點樣錯啊？你，嗰個囝係就講既然頭那麼細一般一條細下衣就問我講，雖然頭擺萬年講咧咯，又講得按差咯，就按咧，就按咧，可是。准给那个管理权认养权，慢慢的加转来。但是有啲問題你講，就像頭頭一開始講嘅呀，你講你唔講萬年總按差咯，咁即個當然唔啱咪講播音啦你講嘅天主有堂都講，按唔會啱嘅，不能走。你播音做看啦問題係。當初我想我去接也係個我能講管理權咯。其實我有一啲呢個奇怪，就我喺啲地方我希望講看起來大家佢爽快我沒有辦法容忍，就是說佢髒亂用嗰時喺度嘅從我教室來講，看到嘅紅綠燈幾多人跳跳喺啲紅綠燈旁邊，我就一直在想說，我應該前啲時間嚟驗體食就按呢關係嗰時我就想到講他kan有問我講，我做乜咯？嘿，你做乜？你都話天嘅問題你就想我講，今日本管理，我想到講。唔想我管理嘛，係天講唔要想我做乜咯，唔想我拿到一啲完全冇想到。真是，我就講提手槍來手槍來吃完就會有用到唔係冇手槍冇提裝好來用嘅嘛想唔到做乜嘅。嗰時我記得我接下以前這個魔工，譬如講把入邊要做乜咖啡廳入邊要做乜個小農市集冇我都發覺到個可能喺台北有相關的工作嘅經驗，然後想我講剛才把我以前做事嗰種經驗拿到我的美容用，嗰時冇。已經無論乜嘢都冇我都提起把你講我唔前想到呢。後邊將文化部長有嚟關心佢天嚟去打暗槍，攏伊嚟做嘅。伊冇嚟講剛剛做乜咯？我講我媽唔掂咧，唔過佢天嚟按我做，天嚟按呢位錯為網年，冇你係有經費要去打槍咧，老人家要唔係行嘅網道都見公司才他個變咗個用模範，因為隨時需要都咱們清槍。過呢，應該多年前用西路皮的啦，過身邊的後邊做田的人、耕田的人，過去都卡送片手怎麼樣鋪出去人哋嘅送片手，未必可能你來送片手，我感覺繼續做下去其實都應該名字還是冇同我講，都我做乜嘅，但是因為你這個冇想我特別做乜嘅，你變成。把以真理嘅嗰槍，他個人愛用愛洗羅皮乾，愛來紅腰，愛來加地方，有一啲嗰槍嘅環境，至少唔會像以前唔係像以前，錯，係啊，嗰個一定如果講，以前從頭講無為而治啊，無為而治啊，你等於係最刺眼嘅環境，但是至少。把以打掃嗰槍，讓他人可以變成一個空間，唔係一啲我哋講荒廢的空間，好雨漏的空間。雖然而家講冇乜嘅，而家是佢客氣講冇乜嘅鬼吧，但是至少唔把佢保持喺改好，而且同時因為最重要我講，唔分享他個人來用。
譬如讲，你开始接触以后，应该开始一方面开始就整理下环境嘛，哈。人家环境整理起来很，有想到讲，几时就有想到讲，想要攀忙嘅法通冇？冇，啊，真咪攀法通咧，鬼麻烦咧。跟有人家嚟攀法通。有人家係鬼嘢吼，不過我哋家嗰個床梯係差唔多有300-400平，室內差唔多有100-200平，其實幾好做事情。你來家吼，我哋協會有規定吼，就講啊，迄度伊有屯政府申請，也係有屯人，當時你數啊你嘅床梯費，吼，就個床梯費就幫我哋出好嘅吼，伊冇申請就免費啊，我哋就按你原則。冇乜嘅，就但係冇原則嘅。不是你講，伊本來都有經費嘅，都數床梯費，冇經費嘅都冇數。咁你話頭家會唔會提個盤冇？伊家就提個盤，伊家也提個盤吼。安哥他就講，你看過按好床梯呢？係啊，安哥係那婚禮公司啊，就講啊，咁我還來講啊，講不行，因為你是商業的。但是俺哋喺度，俺哋咧，在天然吼加。真是11年來同我加床梯吼，差唔多9個年已經工作得啊，我冇工作唔得咧，可能因為人嘅關係、命嘅關係，我哋嗰時候我哋有關係。對，如果你係個菜梯嘅床梯，或者菜梯人家、菜梯人使用其實冇乜問題，但是我哋來商業嘅啦，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拒絕咗。其實嘛，嗰時候拒絕嘅，吼像人用嘅嘛，嗰度菜我去聽嘅團嚟食，我就會問人就講啊個原則出來咧，吼，唔係有我也冇去求證吼，反正人與人就互相嘛，啊你就申請床費嘛，然後又申請，我就幫人咧，吼，你做唔得講到申請又對我咧，吼，安講做唔得安咧，啊嗰時安尼嗰時候團唔係講啊我去聽嘅就要拿錢，再聽唔是錢，其實唔係，就反正原則就講。唔係有一種經費，吼，安尼所以寫安尼書記本，吼，安尼嘛更好核銷，安尼冇嗰種經費吼，唔是收嗰種錢，嗰所以見有啲蘭嘅洪老師，吼嘛伊去年咧加幾度擺床梯，然後因為我感覺到聽安尼面容生活冇咁簡單，嗰所以才聽係盡量就講啊，在你說你有屯你存錢吼，啊你就拿一包一串衛生紙拿來幫我哋用，我哋就好嘅。啊，床梯費吼，還是讓他賺啦。嗰時候老嘅時節，想我愛過來退休嘅，我哋以前時就冇想到過到美濃以後，過無限。有時下我哋喺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就來自高雄美濃嘅易先先生，係有乜支持？同人講，佢哋係向我歸來美濃嘅。我想請問一下易先先生，因為其實這個凡事是應該美濃還有教人啦，嗬，還有中人。咁人流同中人一件事情對人影響還有冇？其實有嗬，我下半面就講奇怪，很細嘅影響啦，是一路嘅一清楚，唔係講一路要調變回來，嘿。還是有啦。你都靠冇中人，有中人冇？中過100嘅。中過100。我哋冇顏料，顏料其實聽人哋價位就等於財富的象徵。你都看顏料表示有錢人，你都看冇顏料啊，表示講很幾苦嘅人。但是你係講你看話冇都有顏料，但是至少喺教人嘅時節，喺素人嘅時節，其實對美濃鎮來講，反而係啲太細嘅事情。大問題嘅事情係。因為我哋講，其實見到係貢獻嘅教人場嘛，嚇，喺度做乜講到青營火房咯？其實廣興園輔導站本來就是講，剛才有講過美麗的錯誤嘛，哈，就說腔嘅咯，後來文化部有擺下那青營那個計劃，那給他下嘅話，我哋下吼其實唔係為了給他下。多多計劃有合眼人而做嘅事情，嗰時我哋就下位咯，其實冇高，冇高，嗰
我会讲安尼就讲啊，不论有过无过，啊希望安尼继续做下去。好，所以差不多从2018开始，俺就一直提给原创。好，多留米他你讲啊，刚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好，那我就感觉到长远规划，就是强就是年轻人，啊，远就银发族这样子，啊，佛凤本来就闽南的特色文化，佛凤就是比较属于互助，所以长远佛凤董事就个缘分，然后很多长远佛凤，我给他嘟嘟吼。爱摸嘢，其实长远佛法嘛强调，伊几个月啦，伊几个月，就伊几个月就变成讲，个规划真是很落实，反正安尼一出发题就底下一个墙一个圆啦。咁我哋其實有幾多地方辦長遠中心啦，青年共學某某地方，而係會面臨到一個問題，你講喺因為人嘅沙期老化嗰樣。跟人沙期有安的問題啊？其實我哋沙期同事間當然一定有一種問題哦，除去看到後生嘅吼，幾難得其實也沒冇後生咧，今日後生都變鐵路卡吼，鐵路卡了啊，冇像安尼韓式吼，一幾啊以後吼，路卡喺鐵路卡要開天風，我本老人家嘛，嗰時攏走出來吼，都按不條，跟我差唔多嘅細成細就衰木嘅咧吼。咁見唔明，今日安尼想法吼，其實有後生嘅，但是後生嘅攏鐵路卡，我感覺到講伊啲沙期吼，健康吼，一天後生嘅同老人家，一天愛站慢有安尼和諧，然後像安尼頭髮樣嘅，後生嘅出去做事，老人家就鐵路卡出生意嚟安尼。嗰啲上應啊，站慢感車愛摸嘅吼，因為一幾日吼。就像雅國講嘅，錯啲唔是做事情，就真係有說服力嘅。因為媽媽已經講啦，伊真係感謝幾多鄉下，幾多鄉下一件事情係你自然的呢？對，是我自認的。因為媽媽一開始就講，你這個如台北的生意嚟啊，你做乜嘅？應該講，我等幾多講，媽媽意思萬世有啲味濃。嗰種味濃嘅奶油鹽到一下，問題萬世我哋味濃太，做乜我想要幾多味濃？算是很特別的一個故事，因為我其實就是真的是在台北出生長大的，就是從出生到讀書畢業之前是沒有離開那個城市。不過因為媽媽是美濃人，所以我逢年過節都還是會回來。然後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星期天一定會去做禮拜，然後那一天我就剛好去到美濃的一個教會，他唱了一首詩歌，他是在講客家人的作息，然後我聽了就非常的感動，因為就覺得哇，世界上原來有這樣的生活方式，然後我覺得我想要讓他不要消失，就覺得他消失了會非常可惜，所以當天離開教會的時候，我就跟媽媽說，就是我想要回來美濃，跟他一起做事情，這樣子。你會想到講很難跳國嗎？怎麼天主給了一首歌，對，一跳國不用也摸也不亂。而且那個教會我們也不是我們平常去的，其實隔壁呢，我哋呢教會以後出去交友，我哋呢消息不靈通啊。佢人講咩？有冇人咯呢？我來應該要簽伊咧，我要簽埋佢，就從頭到尾哈，去過一擺，伊就安尼感動啊嘛。伊出來講啊，伊喺留喺美濃嘅嚇到一下呢，我嚇一跳。嚇到意思講，哎呦，冇有鼓勵一啲嚴肅嘅地方，我錄音喎，我還是講唔因為講，伊做乜個鼓勵美濃啊？冇當做乜嘅事情？沒錯，我嘅嚇到係驚喜。我們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因為平常我可能在言語過程中，我也沒有期望說我生意會歸來，因為這個好歸來嘅，我問當時你歸來我這個吃年，唔係講很精準。係啊，嗰時候同我提的問題講，你很吃年的嘛，還是語言老師逼迫？你連個場地都不會逼迫，那個場地要做什麼了，應該不會逼迫你回來。
问题好，古老系吃烟古老系一件事情啊，古老做嘛？其实当时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跟刚刚妈妈回答很像，妈妈的做事风格就是先做了再说，先做了再说，先归落来当来讲做完的事情唔ดี啦哈。但是问题我哋見到而家有啲角落咖啡嘛，佢當初喺那塊是交給角落咖啡。當初其實那家店不是為了我開的，而是媽媽為了要幫助社區的一個年輕人。所以他那時候沒有穩定的工作，然後他有意願想要做咖啡店，然後我只是一個很像夥伴。其實我那時候應該是他是主要的人，然後我是輔助的那個。可是，在籌備的過程中，就是他找到了一個更穩定的工作，所以媽媽就說：“那你就去做那份工作。”然後，因為那家店就已經有了一個雛形了嘛，媽媽就想說，她一直也很希望我可以在這邊自立自足，就是做一個回來的年輕人典範，所以就說那我就來接手做，所以這家店就變成我在做了。也係我也聽下有糖色啦哈，但是前面嘅聽下糖唔識，慢講到因為有啲年輕人而開咖啡店，嗰時唔依提開咖啡店，嘅聽下真係糖唔識，做乜嘅朋友而開咖啡店，唔攞啲開咖啡店。因為我覺得我舉例意思出係感覺到講應該就是突然的生意變得很有活力哈。生意會有活力的話，我覺得年輕人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講啊，現在做乜嘅其實這個什麼樣哈，係呢那是一個協會的秘書啊，所以秘書好像有一搭也沒一搭這樣，我也搞不是很清楚這樣。那他就會常來找我都係講而家也男朋友對咖啡佢有興趣，我就講我來開啲咖啡堂啊，安尼講，我講伊到底面有請到幾好嘅公眾來面都講啊，應該要祝福他。伊就嗰陣唔係滿意，伊講伊對咖啡伊唔掂啊，係。咁問題咁唔見有接下一啲咖啡堂，咁問題你怎麼？因為你對咖啡有冇乜嘅了解嘛？吼，問題咖啡堂已經開好啊，你用嚟經營？就是比較像是分享招待的感覺，因為其實也一路在媽媽旁邊看，然後其實媽媽一直為人都是就是看到有需要幫助的人，然後她有怎樣的資源，她就會去給予。所以對我來講，就是那家咖啡店，也是很像突然就來到我的生命當中。它算是對我來講算是一個我沒有預期到的恩典嘛，或祝福。所以那時候就只有一個概念是，就是我也希望把這個空間，那個咖啡店的空間，就是也來招待更多想要來到跟我當初一樣想要來到美濃的人，讓他們可以有一個休息的空間也好，又或者是一個起步的空間也好。因為其實我當初回來美濃，其實也是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的，就我其實剛來的半年，其實都在懊悔，就覺得我幹嘛離開台北那個城市，對，真的是會有這一段。對，那後來怎麼去經過呢？後來怎麼突然領悟到講，其實歸類美濃一件事情，其實係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時候很懊悔的時候，我就只是重複讓自己做這個選擇，後來就一直反覆的做選擇後。之後我就發現一件事，就是不管怎樣，我到最後還是會選到回到美濃，所以我就告訴自己，就是說不要再一直花費多餘的時間，就是浪費時間去想，其實我會回答一樣的答案，就提醒自己，我其實不管怎樣都還是會回到美濃這件事情，就這樣提醒了半年。然後我才真的接受這樣子，對。嗰個程度，以前先生嘅腳步也要摸自己還是回到了美濃，但是也被角落嘅我哋嘅咖啡堂，以最尾揾樣建議下伊咯。佢先下，我哋下一段節目我同講。
翻古来跑起来，圣诞节末我哋对美浓来嘅以前先生系有冇自己同人讲一定归来美浓一定考察，因为头头我就提讲，头头自己讲，其实当主要嘅咖啡角落係唔止架味道幾多聲音嘅，哦，經驗強人好做嘅啦。但也位咖啡角落，也位建築物本身係一啲做好嘅下，還是講唔係花嗰段時間一直整理咯？有其實我跟分析團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哈。其實我2010年就提咖啡角落哈，買一啲天來去烏龜幫我爸爸媽媽哈，同我哋咧家族啊，同沙起啊，結果2010差唔多過去一年，2010以後我看到就是咖啡角落現在的那個房子住的地方，其實它是一個很令人難過的一個故事，就是說那個房子的故事是很 sad story 這樣子。然後呢，就是我們回來建房子的時候，都會聽到那個故事是什麼。啊，有一天我就看到那個房子，我就覺得那個房子很可惜，因為它就在我們家後面，然後也是在就是整個村莊的一個角落，但是它就這樣默默的被榕樹、被很多的雜物全部變成說大家都不敢過去這樣子。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如果這個故事還有這樣子一個大工程，我看非我這種俠女沒有人會去做這樣。然後我就自言自語哈，然後我那時候就跟上帝講說，如果你真的覺得我的想法是對，你就給我一個意向。其實我都還沒有來，我還來不及反應，那個意向真的超清楚的，就馬上在演，就來一個那個流星，你知道嗎？然後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反應，我就趕快跑去跟我先生講說，上帝要我整理那個房子。我先生講說，哎呦，我們才把錢花的整理我們現在住的房子，你又要去整理他房子？他說我們房子已經夠用，你幹嘛？我說不，是上帝要我整理的，這樣，是從那樣開始。然後就裡面有這個故事，說起來可能會蠻長的，但是我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恩典，非常展現出美濃那個小時候互助的精神、鄰居的精神，所以到目前為止，你很難去想象那個屋主跟我們之間完全沒有簽約，然後但是他就無償給我們用，那我們互相很感謝，他很感謝我們讓他的屋子回到生命，我很感謝他們讓我們有這樣的不用錢，你知道開店如果要房租很麻煩不用房租，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我覺得值得大家如果願意有這個故事，可以到咖啡角落來坐坐，我們再慢慢講給你們聽。這樣故事係沒有買的，好，係一種講冇錢的主用，但是你一直整理，然後你都冇錢用，但是屋主如果心意你做一件事情，嗰啲如果像我哋以前我哋講交公，好，唔交唔也講，唔交也冇嘅，好，至少對伊來講嘅話。也要冇用嘅屋嘅，其實叫佢冇乜病體。但對你來講嘅話，唔係整理出一啲他人可以窮下去使用嘅空間。就像頭先我哋仔細講嘅，如因為講你要角落咖啡，好咖啡角落，嘛窮下路一啲盤他人可以窮下用嘅部分，但是按樣嚟用咯。要怎麼用啊？其實我好像也沒有特別去想過，對，我當時之所以叫咖啡角落，只是因為覺得大家看到咖啡店就會第一個想到就是這個空間是可以休息的，是可以放鬆的，然後可以喝到東西、吃到東西這樣子。所以雖然我不預期我會開一家咖啡店，可是我還是用了咖啡這兩個字，是原因就是因為希望讓大家第一時間就是知道這是一個可以休息的空間。對，所以我好像也沒有特別想說它要怎麼使用，因為我也不是讀餐飲的，所以我對這種就是一概不知，有點像剛才媽媽提到聯業輔導站，它其實就只是把它先打理乾淨，打理乾淨就可能自然而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會有人想要用，然後可能之後也會遇到一些事情就可以用。然後我覺得在整理咖啡角落的過程中，就是我覺得
妈妈这个想法跟概念就是有非常的影响到我，所以我其实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一开始只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再次活化，就是不要浪费在那边，然后把它打理干净，让社区的人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老建筑，所以我觉得是大家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就是大家进去就会说，哦，这是我阿嬷家，或者就是我的老家的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是让大家来到这个空间，知道他们家其实也可以打理成这样，可以就是让自己的生活空间是非常悠闲的，然后可以非常美丽的。我觉得我当时只是这样的想法去整理这家店的，对。等于你讲也其实也係一個沙器，你從頭都講嘅講起呢人家輔導站，其實也係一個我哋民農人，無論係沙器人嘅歸創業嘅一個回憶嘅地方，回憶嘅地方，一個記憶嘅所在。嗰種其實都係做乜嘅事情，其實對當天人嚟講都唔重要。伊也要存在，如係一個歸創業嘅一個意思，嚇。你像頭都講呀，其實。有你睇個西羅北角啊，吼，有啲你去加片數啊，至少我哋對沙田人嚟講，我哋提供也冇嘅，至少冇垃圾，吼，有你用，啊用其實都隨你用，吼，但是我哋嘛提供，其實你即個睇個我哋講青營伙房地方嘛，潘嚟嗰度發通啊，譬如講頭都講嘅藍染，其實後來咪有蘿蔔機，幾樣會發通咯，就是因為小女婿。務農嘛吼，做耕田的吼，安過反正呢，我哋攀麥嘅吼，攏做田吼，唔係種講啊將來洗農做田，唔係安尼吼。嗰些農費嘛嚟加高吼，空安尼嘅遊覽茶啦吼，也係講研發活動嘅無賴或是當豬頭飯啦吼，反正就蘿蔔雞吼就搭配，有的人來家按太蔬菜吼，無賴好錢嘛咧，安都會用安尼。嗰些有台灣係咧，我哋自家攀咧，有台灣咧就係咧，人是你攀咧，我嘛冇嘛詳細吼，可能我的滿足點比較低吧，我覺得這樣就非常好了。嘿，佢唔低的這做法，唔會貴的做法，至少唔係同埋做法師，好，一件事情要從啲，他跟你有正當的使用，對你來講都錯嘅。因為頭先我哋之前嘛講到講希望講也俾我哋咧咖啡角落咖啡角落吼，咪喺分他跟你的有限的地方哈，同時米的貴到米農米貴到鄉下地方可以睇下，好佢譬如講可以他個互相交流啊，從一部分的事情有你按使用嗎？其實現在原本一開始其實是我跟媽媽，就是媽媽為了要讓我起步不要是一個人奮鬥，所以她就來跟我一起整理咖啡角落。那其實就是我當時就邀請了我的大學同學，我一直問他說，你要不要來？其實從畢業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問了，然後當然可能時間還沒到，所以最後一次問，其實我也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氣，因為我也怕問久了，就是對方會有抗拒，可是也不知道就緣分可能就到了，我就問，然後他就真的下來了，然後現在也跟我一樣，就是也嫁到了美濃，因為他也是就是土生土長的北部人這樣子，然後就是被我就是說服，不要就被我邀請下來了，然後也在這邊就是遇到他的先生，現在也建立了家庭，所以對我來說就是因為剛剛也有提到，就是我一開始其實是經歷了一些波折的，就是我需要適應，所以對我來說。我原本的概念其實就活生生的用在我朋友身上，我朋友用的大概是最徹底的吧。然後其實我也很感謝，雖然感覺可能開了一段時間，可是可能真的就是這麼實際、這麼徹底的，可能就是一兩位。可是對我來講，就是可以這麼的。執行到這麼的完善，其實對我來講也不是我預期中的事情，所以我其實很感謝，
就是妈妈一开始先整理了咖啡角落那个房子，然后让我可以接受，然后才会有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对，可是等于你讲，其实能作为一个算是本。唔管係對都市真的軌道的鄉下，無你講，其實我哋鄉下其實對鄉下有一些唔了解，有一些我講無聊嘅地方，你至少有一啲場所，有啲理所必然可以去中途會試驗一下嘛，好試驗一下我們鄉下的生活嘛，好試試看，嘗試一下，然後真係咁樣好嘅話，你留下來。我哋我講係一個緩衝嘅地方，一個 buffer， 好。嗰個其實頭當我哋咧之前講到講伊啊，俾朋友來到我哋面農以後嘛，加到面農，其實伊即家嘅現狀嘛係睇面農飲食咧，同冇？媽媽講一下嘛。其實就頭先講吼，我哋咖啡角落吼，其實之前有分享講，他就是分享吼，其實下邊我哋會講。要不然你下來講，沒有啊，跟我穿的多曬嘅，冇錯。伊也甲跟講嘛講，我哋自己嘛拿主家反正用嘅吼，我哋都鼓勵講吼，其實你穿這麼多，你家看唔到，你就穿到一個欣賞，你穿到一個欣賞，一個欣賞哦，我就常推講，它是美濃中極品中的極品。真是咱們店子的後生哎，對呀，而且長期來看的話，長期來看一點人，真係也都最準啦。觀眾朋友，看日本人的節目，能發現到講，其實歸到這個故鄉唔係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你這個唔是講我準備到一多錢，我都講買台天來，其實有時間你想做，你想去做，你緣分去做，其實嗰度機會如果喺人面前。今日感謝我哋嘅以前同我哋主持人喺現場都分享農業故事。好，非常感謝主持人，各位感謝大家。歡迎大家有空來美濃咖啡角落找我們哦。有時間我哋聽下你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